大家好，我係美美姑娘，好感恩啦！神咧帶領我喺6年前咧嚟到播道兒童之家服侍。入職之前咧，我其實係等緊一份教師工作嘅簽約嘅，但係咧我喺嗰間嘅學校嘅網頁連結見到播道兒童之家院牧部嘅招聘喎，立即咧就好有感動，因為嗰段時間我靈修咧係讀到雅各書，提醒我咧要看顧患難中嘅孤兒寡婦。對我嚟講咧，牧養孩子嘅挑戰係牧養嘅時間唔足夠。普遍孩子咧喺院舍住嘅時間都唔長嘅，啱啱同佢哋建立咗信任嘅關係，佢哋就要離院啦，唔容易見證到佢哋由信主去到成長嘅過程嘅。我哋能夠做到嘅就係盡力向佢哋傳福音，帶領佢哋去到一啲合適嘅教會，繼續咧被牧養。孩子對神嘅信心都係比較容易起伏嘅，有時係因為祈禱唔得到應允啦，又或者佢哋遇到啲唔開心嘅事，佢哋就會懷疑神，甚至否定自己嘅信仰。面對呢啲情況，我哋更加要堅持去關心，去祈禱守望佢哋。就好似哥林多前書提醒我哋：我栽種了，阿波羅澆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長。我哋咧只管咧撒種同埋澆灌，孩子嘅成長咧，我哋就交俾神。喺侍奉嘅裏面咧，的確都有唔少嘅艱難嘅，但係感恩咧，神咧不斷嘅鼓勵我。記得有一次咧，當我面對住侍奉上嘅挑戰嘅時候，我立即祈禱。突然間有個孩子咧走埋嚟同我講，話多謝我咧帶領佢信主同埋返教會，仲肯定我過往嘅一啲嘅付出。神就係咁樣透過孩子咧，讓我感受到服侍嘅喜樂同埋價值，堅固咗我喺度嘅侍奉心志。另外咧，神亦都透過一班好愛主、有愛心服侍孩子嘅同工，分享咗好多佢哋生命嘅見證，讓我受到大大嘅激勵，能夠同佢哋一齊侍奉咧，係真係有一份好大嘅恩典。喺呢6年嘅侍奉裏邊咧，令我更加肯定咧，神嘅說話啦、代禱、聆聽同埋咧同行咧，對牧養孩子係好重要嘅。當孩子咧感受到佢真心被明白嘅時候咧，佢哋就會更加容易開放佢哋自己，認識神，學習去依靠神，經歷咧神嘅醫治同埋更新。其實孩子咧係好睇重咧佢哋見到嘅，多過咧佢哋所聽到嘅一啲教導。好感恩啦！喺呢一度咧，有好多敬虔嘅同工同埋有愛心嘅教會肢體咧一齊合作實踐咧，信徒皆祭司，做合一嘅見證。等到孩子咧見到咧神嘅慈愛啦，同埋真實。聖經話咧，若不是耶和華建造房屋，建造嘅人就枉然勞力。如果唔係神建立生命，我哋嘅努力咧都係枉然嘅。就讓我哋繼續咧去同神同工，高舉咧神嘅大能。用謙卑真誠嘅心咧去服侍佢，見證神改變更多嘅生命。燃亮生命，請捐款支持播道兒童之家。